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大丈夫開箱實測。有時咧趕工嗰陣咧，師傅最擔心係咩咧？就用一下機啊，嗰個機咧就過熱停機啦，或者嗰個電池咧過熱啊，叉唔到電嘅。咁以前咧要力度勁、續航長嘅機咧，變相好多時咧都要升級上去36伏啊，或者40伏平台嗰度，變相帶出去開工啊，就有好多機、好多電池，零舍麻煩嘅。今日咧同大家開箱嘅 Bosch Expert 系列電池咧，就係話你知，原來依家18伏嘅電池耐力已經超越你嘅想像。佢冷卻快、叉電快、續航長、輸出勁，幫你慳埋升級唔同伏數嘅錢添啊！今集咧仲揾嚟兩位最新嘅拍檔 GCD 18V35金屬冷切割鋸啦，同埋 GMB 18V38石屎釘槍做實測嘅。睇下一粒 Expert 電池咧，係咪可以將你手上嘅18伏機啦變成大線機咁犀利？好多師兄都會話啦，喂，我已經有普通版嘅電池啦，又有 Procore 嘅電池，做咩要升級呢個 Expert 嘅電池先？係咪換個名咁簡單呢？第一代普通嘅鋰電池係用165零嘅電芯啦，輕身緊湊嘅設計，入邊咧係單線行車嘅，推大機咧好容易扯唔夠力。第二代以往推出嘅 Procore 換咗21700嘅大電芯啦，大力咗，散熱亦都好咗，推大機嘅效率咧比舊版本係更加勁嘅。好啦，嚟到第三代，即係今代嘅 Expert 電池啦，保留咗所有 Procore 嘅優點啦，仲用咗呢個無極耳嘅新技術，所以第三代嘅重點啊，就係專門俾啲重型機種啦，增加佢哋嘅續航力同埋效率嘅。呢啲輸出咁勁嘅電池咧，好容易衍生個問題嘅就係過熱啦，所以啲新電池咧都會用咗呢個 Coolpack 2.0嘅技術啦，幫助佢散熱嘅。所以個電池咧，你用耐咧摸耐咧會有啲熱，咁係正常嘅，代表緊咧佢個電池咧將嗰啲熱咧散咗出嚟。最緊要咧電池內部冇積聚啲熱啦，咁就冇咁熱過熱停機，亦都冇咁熱過熱叉唔到電嘅。心水清嘅聲就會話啦，喂，你講呢個技術 Procore 已經用緊啦，咁佢 Expert 電池有啲咩分別先？第三代 Expert 咧保留咗 Procore 嘅所有優點啦，而家4.0同埋8.0兩個容量嘅電池嗰度咧，仲加入咗最新嘅無極耳技術。到底咩叫無極耳嘅技術？咁我哋先用舊嘅鋰電池同大家解釋下先。舊嘅鋰電池咧入邊嘅電子啦，就好似要經過一條隧道咁樣，咁啊得一個隧道咧嗰度走動，咁變咗電子咧提供個效率咧冇咁高嘅。咁新嘅 Expert 電池咧用嘅無極耳技術咧，簡單啲講，入邊咧冇隧道，冇咩行車線，電子咧可以自由走動，自然咧提供嘅效率咧就更加高啦。可能你會問5.5同埋15AH 改咗啲咩呢？其實佢哋仲 upgrade 咗成個內部結構嘅，入邊啲導電位啦就好似水喉咁改粗咗、強化咗，令到嗰個輸出功率啊由1000W 直接 double 去咗2000W。就算行大機啊，一樣會有怪獸級嘅表現。仲有一樣嘢咧，就係以前 Procore 冇嘅。Procore 以前嘅電池啦，後邊呢個指示燈咧撳耐咧，就係 check 下呢個電池到底仲有幾多電量剩啦。新嘅 Expert 電池咧，呢個燈咧就變咗一個雙功能指示燈。咁除咗一般我哋撳耐 check 一 check 個電量啦，你撳實3到5秒左右啦，佢就會有一個電池檢測嘅功能嘅。咁啊 check 一 check 個電池到底個狀況如何啦。好似依家5粒燈着晒咧，就代表佢冇問題嘅。因為有陣時啦，用落去部機咧有問題，你唔知道到底係部機啊定係個電出咗事嘅。咁你透過呢個功能咧就可以辨識得到啦。咁最後如果發現係個電池有問題咧，呢個電池你攞去俾官方做檢查維修，部機咧就可以用其他電池繼續開工先啦。好啦，你有咁勁嘅電池，但你嘅機款要夠廣啦，要有咁勁咧，我哋師傅嘅電池先買得夠着數噶嘛。我諗好多師傅咧都一定係咁諗噶啦。其實近呢2年咧，博世喺鋰電工具咧多咗好多產品嘅，特別當佢哋可以保留住18伏嘅鋰電系統兼容啦，唔再需要上去36伏啊、40伏啊，甚至64伏咧，都可以享受到最高階機款嘅力量。咁我哋介紹 Expert 啲咁高階電池咧，順便咧同大家介紹博世今年新推出 Bi-Turbo 嘅高階機款。第一部咧就係呢部 GCD 18V355嘅金屬冷切割鋸啦。咁另外一部咧就係呢個啦，大家都問咗好耐嘅石屎釘槍 GMB 18V38，咁啊石屎混凝土釘槍嚟嘅。好啦，咁啊翻嚟同大家介紹翻呢個冷切割先。以往我哋揩啲金屬啦，不論用手提嘅磨機啦，或者座台式嘅金屬切割機啦，都係用吉碟
或者用一個高速轉動去轉嘅。咁變相 cut 內嘅時候咧，靠一個高速轉動啦，變相個摩擦力好強，會有大量嘅火花啦。切完之後咧，有機會有屎啦、高溫啦，唔可以即刻做下一個步驟。咁啊，另外嗰隻沙輪碟咧，亦都會越切越細啦，咁亦都會有呢個爆碟嘅風險嘅。咁變相咧，其實有好多潛在嘅成本啊、效率問題。咁但係冷切嘅機咧，就係佢嘅刀片咧，你可以見到佢係換咗一種非常厚實嘅刀刃嘅。咁變相咧，好似一種刨碎嘅形式，一路刨落去。咁變相做落去咧係小火花啦，個切口會靚啦。低火花，咁一隻碟咧，亦都唔會好似沙輪碟咁樣越 cut 越細隻嘅。咁啊，長遠計咧，如果你係同樣嘅刀數咧，其實佢嘅成本咧，比係咁換沙輪碟咧係更加抵嘅。更加勁咧就係一個隱藏嘅張件成本啦，就係你用呢啲機咧，低溫無火花，現場咧係減少有火災嘅機會啦，亦都減少咧對人員嘅傷害嘅。咁我哋咧就會試下呢個 Xpert 嘅 8.0H 電池啦。用佢咧試一試呢個 GCD18V35嘅金屬冷切割機。咁用咗呢個 Xpert 8.0電池插落去試嘅時候咧，佢就會媲美到 2400W 嘅大線機款啦。我哋會 cut 咧呢個2寸嘅圓水喉，睇下 cut 落去嘅感覺如何啦。咁啊，呢啲新嘅機咧，我哋成日話除咗效率之外咧，就安全咧有好多考量嘅。咁啊，第一你要裝電池，呢度首先咧有開關掣，呢度有個拍掣開關掣。咁着咗之後咧，你就咁撳一個咧係唔着嘅，你一定要撳晒先着。另外啦，呢度都有個保護罩咧，去保護個用家嘅。咁個保護罩咧，就唔使話喂落嗰陣要咁樣嘅。其實你一落去咧，佢自己會升起嘅。咁啊，唔需要揾多隻手扶住。咁你個人咧間咧就做咧就企喺側邊，咁就可以噶啦。OK。咁我哋見啱啱切完啦，個時間咧好快啊，我諗6-7秒到啦。咁啊 cut 落去咧最緊要咩？即係好低溫啊！我依家摸落去唔熱嘅，咁同埋咧就冇披口。咁如果你要即刻做下一個工序咧，係即刻可以嘅。咁同埋咧，頭先 cut 落去咧，除咗啱啱接觸嗰一下咧有少量火花之外咧，成個 cut 嘅過程咧係幾乎係冇火花嘅，同埋 cut 嘅過程咧係非常之順暢，輕輕壓落去咧咁就得㗎啦。睇完 8.0AH 同埋冷切割嘅效果咧，我哋即刻試埋今次升級嘅核心啦 ，Xpert 4.0電池。點解要試佢咧？因為佢同 8.0 一樣用咗呢個無極耳技術嘅。咁啊，官方數據話咧，呢粒 Xpert 4.0電池咧最高輸出有2000W，係第一代 GBA18V 4.0電池嘅2倍。Xpert 4.0電池咧，頭幾十刀咧都係平均4秒1刀嘅啫，嗰個轉出效率咧就守得好穩定嘅。去到最後幾刀啦，個電量就嚟乾嗰陣咧，聽聲同手感咧雖然有少少變慢，但係只要唔係夾硬落刀咧，都係順住切落去嘅。最後咧總共切咗37刀咧先至斷電，表現啊可以話非常硬淨。相反啦，第一代 GBA18V 4.0電池咧，第一刀咧已經跪低卡刀啦。補埋刀啊，要9秒先切完第一刀。聽聲咧，你會發現佢推唔起個轉速噶啦，全程都要就住咁樣切，一切到底咧就會絕碟，嗰部機咧閃晒燈提醒你唔夠力嘅，次都要補幾刀。去到後期啊，直頭要20秒先切完一刀嘅，咁好明顯咧呢個電池推落去咧出閘咧就慢閘啦，後勁咧亦都係不計嘅。最後嘅戰績咧，第一代 GBA18V 4.0電池咧 cut 咗26刀嘅 ，Xpert 4.0電池咧 cut 到37刀，足足咧多咗11刀嘅，換算嘅效率咧係高咗40%。簡單再同大家總結一下，同樣都係4.0電池啦，換咗 Xpert 電咧就好似幫嗰部機換咗個肺咁勁。第一代啊 GBA18V 4.0咧一嚟到咧就腳軟啦，又要就住咁樣落刀，又驚佢卡刀喎。但係 Xpert 電咧就由頭到尾都係咁爽手，就算 cut 到落喉底啊，最硬嗰個位咧都係一氣呵成嘅。部機夠力就自然唔使就住，師傅咧就最中意呢種爽快感啦。
好啦，咁跟住咧，我哋就會試呢部 GMB18V38，咁啊石屎釘槍嚟嘅。咁啊好多朋友都等咗好耐啦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你過往咧，我哋石屎釘槍咧好多都係氣動啊、火藥啊等等啦。咁啊鋰電池嘅釘槍咧，大家都等咗好耐。咁點解一直點解都未出現咧？因為鋰電池你要夠力去推釘槍咧，喺以往嘅技術咧未必咁理想嘅。咁依家隨住一啲鋰電技術嘅進步啦、機器嘅進步啦，依家咧就終於有啦。咁呢部咧就薄細嘅，咁咧佢呢個最大咧可以打到38mm 啦。好，咁啊薄細嘅釘咧自己本身就會出咗，亦都有認證嘅。咁我哋今日帶咗一排咧就係16mm啦。咁另外咧應該會試咧就會試呢個32mm嘅。咁呢啲釘槍咧裝落依家都好直覺易用噶啦。咁你好似入釘啦，好啦，咁跟住一個拋翻上去 ，OK。咁啊裝電池，裝電池嗰個過程咧，呢啲手提式嘅機咧，要特別同大家講下呢個 Expert 電池有啲咩進步。除咗頭先一啲咁技術性嘅嘢，就係一啲細位嘅改變啦。就係裝電池，佢終於咧改咗呢個掣。咁呢個掣咧變咗一種下壓式 ，OK， 唔係以前嗰種前推式。咁有咩好處咧？就係裝落去同埋拆咧，嗰個力學咧係易啲、方便啲、舒服好多嘅。唔好睇少呢啲細嘅變化，因為呢啲細嘅變化咧係會令我成個 user 咧用成部機嘅體驗咧係好唔同嘅。OK， 係啦，咁我而家又拆一次，又再一次，其實比以往係方便咗、快好多嘅。有用開薄細嘅機嘅朋友咧就明白㗎啦。咁我哋咧就會喺呢個石屎牆上面啦，打條骨上去試一試。OK， 咁我哋釘咧亦都裝咗㗎啦。咁開機咧，咁啊當然呢啲 lock 掣呢啲一定有啦。咁另外咧開咗機之後咧，需要呢度撳着翻個機嘅。咁變相咧亦都好安全。呢個咧亦都要壓咗落去咧，先會打到，就唔會好似驚就咁撳掣，好似射槍咁射啲釘出嚟嘅。OK， 咁啊依家即刻試一試。好啦，咁我哋打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2口，3秒2口，咁即係我打咗12口咧，都唔使3秒或者1分鐘內啦，我計唔切啦。咁所以呢個速度係好快嘅，撳耐咧亦都好安全，因為你會 feel 到壓咗落去咧，嗰個釘咧先會打出嚟。咁呢啲鋰電釘槍咧屬於呢個市面上啲新嘅工具，咁啊大家有興趣咧真係可以試一試。緊接落嚟咧就會用石屎釘槍做呢個試機測試嘅，連打50口釘。咁呢部4.1kg 嘅 Bi-Turbo 石屎釘槍咧，配埋個 Expert 4.0電池咧，總重量咧都唔過5kg 喎。咁啊真係勝在體積細，但係火候十足，推大機一樣啪啪聲啊！咁啊，最後啦，2分19秒咧就連發50口，槍槍有力，一打一暈。最緊要拎住佢轉位啊，做嘢咧都靈活好多嘅。咁啊，最後加碼做咗個測試啦，用一個Bi-Turbo嘅吹風機咧，睇下個風力爭幾遠。結果咧係相當震撼嘅 ，Expert 4.0電池咧最高嘅風速咧係去到86 km/h 嘅，比起 GBA18V 4.0電咧得67 km/h 咧，勁咗咧差唔多3成嘅。同一部機真係換咗粒 Expert 電咧，就好似解除咗封印一樣。順帶一提啦，大家如果想體驗呢個 Expert 電池嘅極速回電咧，建議可以用翻我哋薄細嘅 GL18V160 叉機嘅，你可以用呢個 Power Push 嘅掣啦。當個電咧得翻0% 嘅時咧，落去叉咧，半個鐘頭就可以將個電回到去80% 噶啦。另外，亦都可以同大家介紹下薄細最新嘅叉機啦，就係呢款 GL12V18 嘅叉機嘅。咁有啲咩好處啊？就係佢呢個新嘅叉機啦，係8A 充電嘅，比舊款嘅4A 同埋2A 叉快不特止咧，仲係一部機咧兼容可以插18V 嘅電池啦，亦都可以同時插呢個12V 嘅電池嘅。對於有好多架撐嘅師傅咧，簡直就係福音啦！一個似樣嘅架撐啦，一定要配翻一粒似樣嘅電池，咁先係噶嘛。咁所以如果你用開啲食電怪獸，例如啲好高效率嘅油壓鑽啊、炮仔啊、金屬切割具啊、石屎釘槍呢啲咧 ，Expert 嘅電池系列咧，絕對你考慮升級之列嘅。咁啊，一嘢咧就會將你18伏嘅機咧變成大線機咁犀利。
咁多師傅睇完有興趣升級裝備咧，記得留意我哋大丈夫網站或者去我哋門市嗰度睇睇啦。好啦，大家對今集嘅 Xpert 電池有啲咩睇法咧？歡迎喺下面留言嘅。記得 CLS 我哋嘅 YouTube、Facebook、IG， 我哋下集再見啦，Ciao。